出来！都赶紧出来！赶紧走！哎，走快点，快点，别让皮肤了！哎，快走！快！姑娘，本官告诉你，尽大司的办法，请吧。俺要找老信儿。秋葵应该没有来过这儿，这门口不像发生过什么事情。可是除了到这里来找三爷，他不可能还去其他地方啊。会不会是他走错路了？这样吧，我过去问一下，咱们稳妥一点。哎，姑娘，有事吗？我想请问一下您，有没有见过一个胖胖的，穿着一身花衣服，还梳着2个大辫子的姑娘？啊，没有，我真没看到，不好意思。她没来过这里吗？没有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他们确实没有见过秋葵姐。玉华，哎呀，四爷，是我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止我来了，衙役好多都化妆出来了，到处在找秋葵。秋葵她没在这儿，要不这样，我们分开来找。别分开呀！他们那边人手够了，我可就跟着你们。你自己暴露了不怕，千万别把我们也连累了。不会连累你们的。叶兰，就让四爷跟着我们一起吧。姑娘，这里就是大理寺了。哦，哎，一定得按老爷吩咐的说。俺知道。哎，姑娘，干什么呢？小女子这下有礼了。嘿，不客气。请问姑娘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俺要找文彦博。你找文大人？你找他有什么事吗？俺是他姑奶奶。姑奶奶？俺就是他姑奶奶。俺人小辈分大。哎呦，原来是姑奶奶大驾光临。姑奶奶，里面请。来，姑奶奶请。哦。姑奶奶，请在这稍等片刻，容我前去禀报文大人。哦，哎，快点啊！哎，好。这个秋葵又蛮又横，还不听指挥，这是一个人跑出来逛，连累我都不要紧啊，连累岳公子。好累啊！累了吧？累了吧？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看有个茶馆，咱们进去休息休息，别最后连我们自己都累趴下了啊！哟，三位客官，喝茶里边请啊。你怎么才回来啊？哎呀，你不知道大理寺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事儿啊？杀人了？人倒没杀，突然出现了一个野蛮的胖妞，居然说是文彦博文大人的姑奶奶。哎，行，别说了，找你半天了，赶紧进去。哎，大人，时辰恐怕差不多了。好，去大理寺。是。押轿。姑奶奶，这位就是我们家老爷。你是？啊，那个，你就是文彦博？本官正是文彦博。花老仙人！你要干什么？好，看今天这个敢野蛮，俺一棍子敲烂他吃馒头的沙块！你是何方的女子，敢大闹公堂，侮辱朝廷的命官，你罪不可赦！俺不管！
俺让你放了俺家掌柜的。你家掌柜的是谁？俺家掌柜的是徐老仙儿。徐庆他私闯天牢，已经犯下死罪了，我不可能放了他。俺不管，你要不放他出来，俺就一棍子敲烂你的砂罐，你信不信？你就是打死我也不会放了他。你来人！文大人到！给我住手！让开！怎么回事？俺要他放了徐老仙儿，他不肯，俺要揍死他。你这小女子，怎能对文大人如此无礼？放手！他先放人，俺才放了他。你先放他，俺就放他。俺不。大人，快让他们给我拿下！啊，大人，不行啊，现在大人。住嘴！孙大人，快让他们给我拿下！文大人，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。你看我们是不是先把徐谦给放了？放了。朝廷的法度岂能因人而废啊！孙大人，不要管我，快把他拿下！万一这小妮子她行凶，不要管我，快把他拿下！文大人那就真危险了，给我上！住手！不许过来！岳公子，谁敢过来，我就宰了他！秋葵姐，你快放了文大人。他不还俺老仙儿，俺不放。三爷不在这儿，他早都出去了。不可能！刚才那位官老爷他告诉俺说，这老仙儿就在这府里，让我只管找这姓文的要人就行。你被他骗了啊！出去再跟你说。哎，文大人，您快起来！对不起啊，让您受惊了。我这姐姐也是受了某些人的欺骗，所以才会这样的。岂有此理！哎呀，快走吧，三爷在外面等你呢。让开，让开！走。散开！散开！散开！都别动手！岂有此理！走，都让开！走，别动手！别动手！哎，让开呀！保护好老爷！让开！哎，别动手！闪开！闪开！快上车！哎，老爷，别动手！走，上去！快点，你上来！小心点啊！驾！秋葵姐，把这个狗官扔出去！好！别！各位姑奶奶，跑得这么快，扔下去我就没命了。摔破了你的砂罐，俺也是不会赔你的。别！多少得再慢点吧。你说他们追上来，你们也没什么好下场，是不是？是什么事？还装呢？别！下去！你下！四爷，慢一点。别老姑奶奶打架，自己来，自己跳。那你倒是快跳啊！能不能再慢点？你跳不跳？我跳！太快了！哎呦！我跳！哎呀！我害怕！你给我下去吧你！哎呀！四爷停车。哎，怎么了？这……四爷，我们就此告别吧。
续努力。你把这封信带回去，回东京亲手交给太爷，不可丢失。小的明白。去吧。是。老爷，都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，老爷，您看。这就是江湖上传说的闷药饼，正是闷药饼，老爷，真的管用？绝对管用。老爷，奴才只是闻了一下，变成这样。你再详细跟我说说。是，老爷。那卖药的说，那些人贩子拐了人家的小孩，只要将这药饼子往帽子里一放，戴到那孩子头上，那孩子立刻就会变成痴傻。表面上看不出一点问题，但你要跟他一说话，就会发现他连屁都不会放一个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好，那我们就把这个闷药饼往那小子头上那么一戴，就不会有人知道他是谁了。老爷，奴才保证，就是把他押往刑场，砍脑袋，他都会摆出一副视死如归，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架势，吭都不会吭一声。说好了，不许让任何不相干的人知道。是。老爷，康大回来了。国舅爷，山东的事办得怎么样？按国舅爷的吩咐，小人历尽千辛万苦，最后终于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找到了那个姓郑的人家。那郑家是何许人呐？只是家中略有田产的小地主而已。郑登云呢？属下按您的吩咐，只将郑登云一人悄悄铲除，郑家其余人一个未动。好。不会露出什么破绽吧？国舅爷放心，属下做这种事情不是一次两次，处理的天衣无缝，就跟他自己不小心掉进水塘里一模一样。好，去账房支上100两银子，就说是老爷奖赏给你们的。多谢国舅爷。去吧。是。好啊。3尺。你去把沈教头给我请来，啊，说老爷有正事要跟他商量。是，老爷。你愣着干什么呀？你真傻了，快去呀！哦。哎呀，看来这个闷药饼还真是有效啊！沈教头，哟，二管家，沈教头，国舅爷请你过去一趟。哦，国舅爷在哪里？请。请。哎呦，爷，今日您又来了。我平日住的房间还有吗？有，空着呢，给您留着呢。爷，里边请。哎呦！
爷，您来了。有客房吗？啊，有，里面请。哎，有客人来招呼一下了啊！哟，客官来了。老板，有上等的客房没有？咱这都是上等客房。带我去看看。行，跟我来。掌柜的，让小二给我打点洗脸水来。好嘞，马上到。客官，您的房子在这边，请。客官您请。啊，好地方，我喜欢这里啊。客官您先歇着，我去给你准备茶水，马上给你送饭过来啊。哟，沈大哥呀，有事儿啊？沈大哥，妹子也在呀。晚饭过后，那贼子主动让我过来看哥哥。彭玉派往山东的长达回来，他们怎么说？他们告诉庞玉，说是在历城县找到了姓郑的一家，并且找到了郑登云，在悄无人息之时将人给杀了。这也就是胡编乱造了一个名字，还真让他们给找到了。是啊，不可能找到，无非就是为了几个银子，杀了个人，冒名顶替，冒充领个赏而已。哎，沈大哥，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应付他们呢？不难，既然他们找到了郑登云，我们就把故事继续往下编。张姑娘，见过国舅爷。张家妹子见过沈教头了没有啊？见过了，他晚上就在我哥那儿呢。哦，那沈教头跟张家妹子说过些什么话呀？他问我待在夫人身边习不习惯。哦，我跟他说夫人对我很好，他让我就安心待在夫人身边，暂时不要再想去山东的事情。对，不要再想去山东的事。就这些了？没了。没有再说点别的什么的？他今天晚上没跟我聊几句，就让我先走了。现在应该还在跟我哥闲聊吧？啊，那他可能是想让你哥先跟你哥聊聊。他跟我哥聊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张家妹子啊，这个天色不早了啊，要不你就先回夫人那儿去吧。告辞，国舅爷。去吧。天都黑尽了，这人是到哪儿去了？怎么还不见回来呀？夫人，哎呦，妹子，你这是去哪里了？让我心里好生惦念啊！民女去那边看我哥了。夫人有什么事吗？没事，不怕妹子笑话。我这早已成了惊弓之鸟，你在呢，我心头还有一块踏实。只要你不在，那踏实也就不在了，我就心惊肉跳，坐立不安的。夫人别害怕，我答应你，以后都不离开你就是了。好，那太好了。沈教头，哟，国舅爷怎么在这里呀？那个，退下。是。沈教头，我让你跟张姑娘说那个事儿，你怎么还没说呀？
小的认为啊，这件事情应该和他哥哥先通气，然后让他哥哥去说服他妹妹。直接说恐怕太唐突了。是啊，像张姑娘这种还没有出阁的女子，乍一听这种事儿，还有点不好意思。是。那你跟他哥哥怎么说的？我已经把国舅爷的美意一五一十的跟他哥哥说了。那他哥哥怎么说？担心高攀不起国舅爷。什么废话嘛！本国舅还没有嫌弃他们，他们还高攀什么高攀？不过小的再三反复的说服之下，同意了。我就知道他答应了。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哎呀，提条。好，条件没问题啊。是要天上的太阳还是水中的月亮啊？是这样的。这个郑登云虽然死了，但是他们还是想要回山东找郑家，当面把这个亲给退了之后，才回来和国舅爷，成亲。这就是脱了裤子放屁，真他娘的多此一举。是啊，可是这个张翰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，牛脾气。你要是不答应的话，恐怕这事儿就……好，那你派几个人陪他们去山东？也不行啊！眼下昭县馆人手紧张，这人要一走，有贼人看上我们，不就有更大的损失了吗？哎呀，沈教头，总不能让他们张氏兄妹自己去山东吧？我知道国舅爷担心呐，我知道国舅爷不放心。既然这样，不放了，不让他们去。不行，他们要是不跟山东做个了断，这个张家姑娘什么时候才能归于本国舅啊？国舅爷不担心，其实我已经帮国舅爷想好了该怎么办。说来听听，说来听听。国舅爷，办事儿不能着急，更不能慌忙。我们呢，先对付了白玉堂，把白玉堂对付过去之后，再放他们走。到时候呢，多派些人手跟着，也不怕路上的艰难险阻。可是我担心事就生变呢。不会变。张翰这个人虽然是个结巴，但内心耿直。只要答应国舅爷的事情，一定不会变。他也是个好汉呐！啊，那行，那就依沈教头的意思，本国舅，再忍耐些时日。对，忍耐。没什么事儿，我去巡查，国舅爷啊。等一下，沈教头，你跟我来。哦，沈教头，本国舅有位亲戚啊，不知突然为什么得了一种怪病，此地没人能够医治，所以本国舅啊，决定把他送到东京，让太师请宫中的御医给他把把脉。哦，这国舅爷的亲戚现在在何处啊？就在陈州。那好办呢，从昭显馆里找2个兄弟出来，一路护送即可。正儿八经的护送不行哦，目标太大了。我的意思是啊，又要让这个亲戚送到东京，又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是本国舅的亲戚。哦，国舅爷是担心这一路上被人认出来，对这2个亲戚不利。是啊，如果那个白玉堂知道他是我亲戚，把他劫持去了，让他作为什么交换的条件，那就十分棘手了。那国舅爷是如何打算的呢？我打算把他装扮成做生意的客商，让庞旺带几个人一路照顾。沈教头，你挑选10个机灵能干的护院高手，装扮成运货的伙计，保镖的镖师，一路随行。这么一来，白玉堂就认不出了，一路就可以平安无事了。对。如果国舅爷不放心的话，小的愿意先去护送。沈教头，这皇清花园的守护工作还得你来主持。哎呀，嘿，遵命。沈教头，另外，平日里要没事啊，
去张翰那儿吹吹风，最好能够让他打消去什么山东的蠢念头，那就最好了。晓得明白。啊，哎，国舅爷，这客商车队是何时出发？明日准备1天，后天一早出发。得了，小子立马安排。辛苦。沈教头，有什么发现？没有。你等必须要小心翼翼，不得粗心大意。是。哦，对了，我出门去巡查一番。你等如果发现什么动静，当举起火把，大声呼喊，但是切记，不得离开邵岗半步。是。去吧。早上好，爷，来用点早餐来煮吧。1盘酱牛肉，1盘馒头，1壶酒。好嘞，马上就来。贾二，爷，您还要点什么？结账。莲池带肉一共9钱，爷。这是1两，余下的赏你了。多谢爷，爷您的马匹已经备好了，就在门外。慢点走，爷。酒菜来了。哎呦，客官，您来了。来，客官您慢点儿。馒头先不用上，给我把酒倒上。好嘞。慢走啊，爷！下次再来啊！还有沈教头，您可回来了！老爷正着急四处找您呢。什么事情啊？这不知道。小的见过国舅爷。沈教头，你去哪儿了？一大早不见踪影啊！回国舅爷，小的去了暗哨查看，我去看看他们有没有偷懒。沈教头，本国舅昨天晚上让你选派的人手，都定下来没有？初步已经定下12人。国舅爷，请过目。
还让常达带队啊？啊，小的知道常达刚刚从山东回来，十分的辛苦。可是小的认为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，一定要找个信得过的人，才能够办得稳稳妥妥。国舅爷如果认可的话，小的就吩咐下去，让他们集合做好准备。好，那你就去通知吧。好，遵令。好刀法。沈大哥，先帝刀法出神入化，形神合一，看得我是佩服不已啊！过奖了。姚爷消息了吗？他可能会回东京了。哦，这么重大的消息要是传不出去，该如何是好啊？让我跟他们一起去。可是庞玉有令，要你我留在此地，把守看好陈州。想办法。五爷，岳公子啊！五爷，你怎么又离开陈州了？你猜？俺们家老仙儿呢？俺是来说他回去的。还在陈州，还在陈州。还在陈州？是不是还躲在陈州每天喝酒啊？怎么可能？你想到哪儿去了？他现在早就洗心革面了，每天呢是日落而息，鸡鸣起床。他跟我说，如果我再跟他提喝酒的事情，就不认我这个兄弟了。这还差不多。他要是敢不斯文，俺就揍扁他。哦，对了，雅兰，快见过你的救命恩人五爷。哎，好了好了。五爷，我有话跟你讲。对了，你在这等着，不让任何人靠近。如果有人靠近的话，就拿弹弓打他。俺自己知道。走吧。我坐那儿，轻点儿。小旭餐。算了吧，别哎呦了啊！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，让文彦博抓住了把柄，自己拿石头砸了自己。哼！学生叩见恩师。那边是什么情形？包拯和公孙策，还有王莽、张道等等，连同家眷都搬出了开封府，在大东街的那副客店住下。卢芳和蒋平仍留在府衙之上。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吗？包拯离开老家多年了，连包兴都没有认出来这个包世荣是假的，那包拯就更不会想到这一层。所以恩师尽管放心。可是，突然钻出一个年轻后生，还有2个女子。一个嘴上没毛的清贫后生，再加2个女子，其中一个还是自称是文大人姑奶奶的傻女子，恩师不从为之。那个无名后生可不是什么等闲之辈，哼，就冲他在大理寺那份功夫，那绝不在展毛子和白耗子之下。他们现在已经落荒而逃，只要这个假包世荣的身份不被暴露，那个后生纵有天大的本事，又能帮包拯做成什么呢？可以去劫法场啊！贼人再多，也多不过万岁的御林军。不行，
还得步步为营，谋划周全，多种手段并用，方能保得平安。恩师有什么新的计划了？行刺包拯。行刺包拯就在汴梁城内。哼，这些年包拯惩治贪腐，得罪了官僚，树敌过多，想杀他的人多如牛毛。可他的身边还有王永超、马汉、张龙、赵虎4大高手护卫呀。哼，即使杀不了他，也能吓破他的虎胆。先生明白了，恩师是要让他们时刻自顾自保，无暇去动别的心思。狗，真高。山阳县与丁家集相距70多里，中间没有再大的镇子了。一般的客商都是早上从山阳县出发，晚上在丁家集留宿。我想就在丁家集下手。行啊，我马上回一趟陈州，联系到我二哥，打探出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出发，然后抢先他们一步赶回来。那到时候我们在丁家集的聚贤客栈等你。我先告辞。哎，等等，我有事情跟秋葵姑娘单独讲，你在这等着。哎，你们有什么好聊的？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，我还得赶路呢。怎么跟你没关系？到时候他问起三爷的话，你不知道在哪儿，他又该胡闹了。五爷，何事啊？你这一向身子骨可好啊？吃得好，睡得好，住得好。你好像消瘦了。告辞。哎，五爷。五叔，这么着急干嘛去？哎，五叔，五叔，哎，你说五叔这么着急，他去哪儿啊？哎，五叔都走了，你们俩还嘀嘀咕咕个啥呀？别难过了，我看他就是故意在外人面前摆出漠不关心的样子。其实他挺在乎你的。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呀？老仙儿说过，这一男一女不许说悄悄话，特别是不能跟小白脸说悄悄话。秋葵姐，不要乱说了。哎，俺怎么乱说？俺可没有乱说。老仙儿说了，你是五爷大白条定下的人，哼，俺不许你跟别的男子说悄悄话。是，三嫂说的最对了，我跟你们保持距离。别摸！老仙儿说过，这男女有别，男子的头，女子的腰，只许看，不许摸。好了，秋葵姐，我知道了。看来三爷的话，现在对你来说也是圣旨了。他的话才不是圣旨呢，俺才是他掌柜的。